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，就快啲訂閱啦！我哋而家去總結呢一度啦。資訊氾濫，我們每天接收大量資訊，當中有報導事實的，有表達意見的，也有負面或虛假的資訊。如果我們沒有分析資訊，就相信並轉發，可能令自己甚至社會都被不良資訊影響。我哋每一日咧都會收到好多 information 嘅喎，係咪？當中有咧報導一啲 facts 事實嘅，有表達意見嘅都有，亦都有一啲負面，甚至係一啲係假嘅資訊，負面即係 negative 假嘅一啲資訊啊，同埋如果我哋咧唔識去 analyze 呢一啲我哋接收到見到嘅嘢，我哋冇去分析嘅話咧，就亂咁相信人哋講啲咩，然之後 share 出去嘅話咧，即係轉發出去，可能會令自己甚至成個社會咧都會有好多不良資訊影響住嘅喎。OK，而家我哋依然有呢個問題㗎，好多人都會亂咁信報章雜誌講嘅嘢㗎。好啦，分析資訊，對於同一件事情，各傳媒會用不同的立場報導，以致人們未必能全面而客觀地了解事實的真相。我們閱讀報導時，應該嘗試找出當中的事實，和意見，並以理性的態度加以綜合和分析，最後才作出中肯的判斷。對於同一件事咧，各個傳媒咧都會用唔同嘅立場去報導嘅喎，咁咧搞到人咧未必可以全面而有客觀咁樣了解呢件事嘅真相。咁我哋咧閱讀報導嘅時候咧，應該要嘗試揾出咧入面嘅有啲咩係事實啦，有啲咩係意見啦，好似頭先咁樣去分辨呢一樣嘢啦。同埋我哋要保持 rational，即係理性嘅態度去綜合同埋分析，記得去分析我哋見到嘅嘢，最後先至作出中肯嘅判斷。要分析之後先可以判斷係真定係假，定係太過一啲主觀嘅一啲信息。OK，辨別真偽，互聯網的資訊不一定真確，所以我們應該做個精明的資訊接收者，小心分辨消息的真偽。我們可以留意消息來源可不可靠，也可以留意其他傳媒有沒有提供相關資訊，以判斷它的真確性。好啦，Internet 上面咧嘅 information 咧真係未必係真嘅喎，係咪？所以我哋咧應該要做一個精明，我哋要 be smart，要去好聰明咁樣去接收呢一啲嘢，去做一個精明嘅資訊接收者。小心分辨消息嘅真偽，要知道呢啲每一個消息究竟係真嘅定係假嘅，我哋要知道要去分析。我們可以留意消息來源啦，咁我知道佢係嚟自邊一個 platform，大記者啊、報章啊，究竟係可唔可靠㗎啦？亦都可以留意下其他傳媒咧有冇提供相關嘅資訊，我哋睇埋其他傳媒係咪報導緊差唔多同樣嘅嘢，有冇出入咧？邊一間講嘅先至係真咧？先至可以知道咧佢嘅判斷到佢係真定係假嘅喎。如果冇進步，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。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%，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，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，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、技巧、方法同埋必考題目，令你極速進步，考試攞高分。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，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，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。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！上堂見。